我就一家了，你到这么小。主要抢盖子还是吃蛋的那种。不可以再来那个啥再来了，不可以的搞哎，不可以这就错了。这就是我听不开，不开搞了嘛。对，给到了，打麻将我去打麻将的哈呢。我知道我们的哈去，那么我知道我去啊。大家讲。你当这个好。倒个一下个还个，我得去查过来了。咱给大家讲到这里。怎么把别的？真的对嘛？你好好，你知道了，对到了，你只好来干的那是吧？鸡啊，好个鸡！我那一路我来参加还能。我去打不把看到。啊，这不可能来呀！